Hello，阿 Sam，咁啊，而家出發啦，去旅行釣津魚啊！睇下呢度，不知幾靚。喺間酒店一行出嚟，隔離就已經係河啦。Hello，喲，錄低你啦，錄低你上車啊！我擺埋完咯。喺好耐以前，人類相信有水嘅地方就會有生命，而有水嘅地方就會有釣魚人。大部分嘅釣魚人都會喺自己居住嘅附近城市嗰度搜尋自己想揾嘅魚，非不得已先會離鄉別井，漂泊半生。佢哋抱住熱切嘅心，踏足世界偏遠嘅角落。喺旅途上，我哋固然見盡滄桑，同時我哋都可以見到兌現嘅夢想。每一個釣魚人嘅故事，其實都蕩氣迴腸，散發住勇氣同埋理想。飛釣屬於釣魚裏面盤古初開嘅釣法。超過100年嘅歷史。今集我哋帶大家睇下飛釣嘅樂趣，同埋吸引人之處。佢有紙小牌，佢擺喺度咧。佢有過嚟控嘅，但係佢又，哇！啲水好毒啊！哎呀，爭少少。哎呀，甩咗！我話串啦，而家。喂魚啊！我識咗新技能啊！喂，係正常打比賽咧，可以用呢一招。攞咩啊？攞啲咩嚟啊？攞咩嚟啊？我識咗新技能，我大條啊，仲要。頭先呢條咯就係。哇！條斷啊，睇住啊！我機啊！我呢條大呢條。喂，呢條我單。喂，行單未必拿得到呢條，呢條有啲勁。哦，哎呀，很大啊，這個。哇，這個厲害啊！這個斷了，我真係。我懂了，這個很厲害的。中了，漂亮。
中！哇！呀！中了！哇，靚啊呢條！